BrainUp 係一款透過改善生活習慣，預防認知功能退化嘅應用程式，已經喺日本實證當中取得正面成果。結果顯示用家喺使用產品6個月後，能有效減慢認知功能退化，部分案例更顯示認知功能有增長。用家戴上智能手錶並進行活動，已連接嘅手提裝置會同步顯示活動狀態，活動量達至人工智能個人化計算的理想中度體能活動心率時，顯示活動顏色會相應改變，並開始遞減。當圓形圖示中顏色部分完全褪卻，便表示當日所需運動量已成功完成。為咗能夠方便用家、照顧者、醫護人員對個案作出更加深入嘅了解及調整照顧策略，產品設計包含以下功能：認知功能風險預測、每月運動量記錄、每日運動提示及賬戶連結二維碼。